上一集我哋完整還原赤壁大戰，曹操數10萬大軍敗於長江大火，狼寇退回北方經歷呢場決戰，天下格局出現重大轉折。曹操暫時放棄一統南方嘅計劃，轉而千次顧北方內政。孫權守住江東根基，威望大增。而一路恐沛流離嘅劉備，終於抓到千載難逢嘅機遇，搶佔荊南4郡，結束半生寄人籬下嘅命運。好多觀眾以為赤壁打完，孫劉兩家齊心協力對抗曹操，聯盟關係固若金湯。事實並非如此，戰火一熄滅，同盟內部嘅利益矛盾即刻浮出水面，所有衝突嘅焦點全部集中喺荊州呢塊兵家必爭之地。今日呢一集我哋講劉備借荊州拆解呢段被演義大幅度修改嘅歷史，話大家知一次借地點樣成為一後孫，劉反目關羽弄命，蜀漢由盛轉衰嘅源頭，首先一定要澄清一個流傳千年嘅重大誤解。劉備從來冇向孫權借下整個荊州，漢末荊州復原了塊，劃分7個郡。赤壁大戰之前有劉表統治曹操，南下柳從投降荊州落入曹操手中。赤壁戰敗之後，曹操並未徹底撤出荊州，依舊牢牢掌控荊州北部嘅南陽郡。東吳透過戰爭係生大量兵馬奪下重鎮南郡，而劉備趁住曹軍同東吳互相牽制，出兵收復荊南4郡，分別係長沙、零陵、貴陽、武陵。理清地盤劃分就會明白，劉備手中已經擁有4個郡。佢主動向孫權尋求嘅土地，只係東吳控制嘅南郡。南郡唔單止富庶，更加扼守長江中游要道，向北可以直逼中原，向西能夠進入益州，戰略價值遠超荊南4郡掌握。南郡先有機會謀求巴蜀，失去南郡，劉備勢力就會被鎖死喺長江以南，永遠只能夠偏安一隅，冇辦法實現隆中對，橫跨億兩路北伐嘅宏圖。呢個就係劉備執意要拿到南郡嘅根本原因，唔係貪圖地盤，而係實現戰略目標必不可少嘅跳板。當時孫權陣營入面對於如何處理劉備，分裂成無可分明嘅兩大派，係代表人物分別係周瑜同魯肅。周瑜作為東吳軍事最高統帥，親身經歷赤壁惡戰，睇得非常清楚，劉備絕對唔係甘心屈居人下嘅人物，手下擁有關羽、張飛呢種萬夫不當之勇嘅猛將，再加諸葛亮會助，只要焗督足夠地盤休養生息，遲早會成為江東最強勁嘅敵人。周瑜嘅核心思路非常清晰，絕對唔可以縱容劉備繼續壯大。佢向孫權提出一套激進方案，藉口邀請劉備前往京口拜會孫權，趁呢個機會直接將劉備扣留江東，用豪宅美女財物軟禁，切斷佢同關張諸葛嘅聯繫之後，再派人統領劉備麾下軍隊，徹底吞併劉備勢力，消除身邊呢個巨大隱患。一旦姦除劉備，東吳就可以獨自佔有整個荊州，隨後籌備大軍西進奪取益州，佔有巴蜀同漢中。到時候江東同益州連成一線，長江天險完全掌握喺自己手中，就有資格同北方曹操長期對峙，伺機爭奪天下。但魯肅持有完全相反嘅主張。魯肅唔係大家印象入面溫和懦弱嘅老好人，佢擁有極其長遠嘅戰略眼光。魯肅清楚認識到，曹操雖然赤壁戰敗，但根基未損，依舊佔據大半中原，兵力資源遠超江東。如果只是同劉備撕破臉皮自相殘殺，曹操一定會抓住機會再度大舉南下。到時候東吳將獨自承受北方軍隊壓力，難以持久抵擋。委棄孫劉聯盟，讓劉備佔據南郡，就等於為江東建立一道西部屏障。由劉備直接正面牽制荊州北方嘅曹軍，東吳可以減少西線駐軍，集中資源千秋顧長江下游，伺機發展。簡單嚟講，魯肅想利用劉備作為緩衝勢力，避免東吳陷入兩線作戰嘅困境。兩套方案各有道理。孫權陷入長期猶豫，扣留劉備風險極大。如果消息泄露，關羽、張飛極有可能起兵挑起戰爭。採納魯肅建議借出南郡，又等於縱敵成長，埋下未來隱患。而劉備亦都睇穿咗孫權內部嘅分歧，決定親自冒險前往京口面見。孫權正式提出借南郡嘅請求，身邊所有人都勸阻劉備。周瑜一直想算計佢，此行靠多吉少，
極有可能被扣留。但劉備明白，如果唔親自出面借地一事，永遠無法談成，唯有親身前往，先有爭取嘅機會。面對孫權，劉備詳細陳述利害，表明雙方共同敵人喺曹操，只有緊密合作，先能夠在亂世之中生存。一旦聯盟破裂，曹操絹庸得利，無論江東抑或劉備勢力，都難以抵擋北方鐵騎一番。周旋之後，孫權最終選擇採納魯肅嘅戰略，同意將南郡暫時借予劉備，但雙方並冇書面明確歸還時間，只係口頭約定，日後劉備取得新地盤就要歸還南郡。呢個模糊嘅約定，成為後世所有爭執嘅源頭。消息傳到周瑜營中，周瑜極之失望，始終無法認同呢個決定。但君主旨意已定，佢只能暫時擔治扣留劉備嘅計劃，繼續謀求另一條出路。周瑜並冇就此放棄奪取荊州嘅目標，佢迅速制定全新作戰方案，主動向孫權請命，率軍沿長江西上，先攻佔益州，再吞併漢中張魯，之後聯合關中馬超，形成對曹操西部嘅包圍網。一旦成功佔領巴蜀，東吳就可以從西南兩面夾擊荊州，到時候唔需要同劉備爆發正面大戰，憑藉地理優勢慢慢壓縮劉備生存空間，最終輕鬆拿回荊州全境。孫權認可周瑜嘅戰略，批准佢整頓軍隊，準備進軍益州。周瑜即刻返回江陵整備兵馬，可惜長年征戰勞累，加上心中鬱結難舒，行至巴丘一帶，突然重病爆發，病情急轉直下。臨終之前，周瑜寫下遺書，再次提醒孫權，劉備誓日後必成江東大患，千萬唔可以放鬆戒備。同時舉落魯肅接替自己統領軍隊，一代名將周瑜。就咁樣年僅36歲鬱不而終。好多人睇演義，覺得周瑜係因為諸葛亮三氣心胸老窄先至吐血身亡。呢個只係文學創作，正史入面周瑜風度輝煌、胸襟廣闊，並唔存在妒忌諸葛亮嘅情況。佢病逝根源係長年軍旅透支，加上理想難以實現，戰略規劃受阻，心結難解。周瑜離世之後，魯肅走馬上任，繼續堅持維持孫劉同盟嘅方針。佢主動同劉備勢力保持友好，避免邊界衝突，為雙方爭取更多休養時間。但矛盾只係暫時壓抑，從未真正化解。江東文武大臣普遍認為，赤壁大戰東吳付出最大犧牲，南郡理所當然屬於江東，只係暫時借俾劉備，隨時有權索回。劉備同諸葛亮則認為自己長期正面抗曹，荊州亦都有自己一份功勞，加上南郡係戰略根基，絕對唔可以輕易歸還。雙方對於借地嘅定義、歸還條件、認知完全唔同，和平只係暫時嘅平衡。只要局勢出現變化，衝突即刻會重新爆發。隨住後來劉備成功攻入益州，佔領巴蜀大地，勢力達到牧峰，孫權正式派人前來索要荊州。劉備藉口奪下漢中之後再歸還，拖延時間，孫權極度不滿，雙方關係急劇惡化。兩軍一度劍拔弩張，爆發軍事對峙，最後達成湘水劃界，暫時緩和矛盾，但裂痕已經無法修補。再往後關羽北伐襄樊，後方防備空虛，魯蒙趁機白衣渡江，偷襲荊州，關羽兵敗被借，孫劉同盟鐵底破裂。劉備傾全國兵力發動夷陵之戰，蜀漢元氣大傷。追溯所有悲劇嘅源頭，一切分歧都係始於赤壁戰後呢場南郡借地談判。好多後世讀者評論呢段歷史，爭論千年，到底魯肅堅持聯劉抗曹係長遠正確戰略，定係周瑜及早摒除劉備先能夠保存江東？如果當初孫權聽從周瑜建議，趁機扣留劉備，吞併劉備部隊，東吳可唔可以獨自拿下荊州同益州，同曹操二分天下？又或者如果孫權堅持唔借出南郡，劉備冇辦法進取巴蜀，三國格局又會走向什麼樣嘅結局？歷史冇辦法重來，每一個選擇都會牽引天下局勢走向完全唔同嘅道路。可以確定嘅一點係，赤壁大火只係拉開三分天下嘅序幕，真正決定三國長遠走向嘅唔係單一場戰役嘅勝負，而係戰後一連串外交博弈、地盤劃分同勢力拉扯。劉備借南郡呢件事，表面上係一次簡單嘅土地借用，實際上牽動曹孫劉三方所有戰略佈局，埋下往後幾十年無數戰爭同悲劇。
下一集我哋跟住時間線繼續向前，講劉備入蜀之路，張松冒險，老大西川地圖，秘密拜會劉備，龐統跟隨大軍西征，劉備同同宗劉璋從一開始嘅信任友好，慢慢心生猜忌，最後兵戎相見。歷時數年嘅益州戰爭令劉備成功佔領巴蜀，建立蜀漢基業，但同時都付出極其沉重嘅代價，奉新龐統落鳳坡看命。大家覺得當初孫權究竟應唔應該將南郡借俾劉備？周瑜嘅方案抑或魯肅嘅戰略先係更加適合江東嘅選擇？歡迎喺評論區留下你嘅睇法。鍾意我哋還原三國正史、拆解演義背後真實歷史，記得點讚訂閱。下一集益州風雲，我哋繼續講古。